啱交完一單喺永仁輪嗰邊入 T T 字路嗰邊啊，嗰個小區屬於第七群呢條演文徑大道。我哋走緊呢個係機動車個兩條 lane 個路中，跟住呢度係私家車，再出嗰啲係大貨車嘅 lane。七群依家都好多中國嘅商店啊，中國人所投資最多嘅地方，可以聚居啊，可以咁樣投資同埋聚居嘅地方比較多。頭先入咗個小區度，好多食店都係中國人開嘅，潮汕牛肉啦諸如此類咧，我自己經過喺度。喺度買得方便，我自己都好似，我以為呢度係一個荒蕪之地，但係唔係，呢個係一個公園㗎，但係冇人打理，蟲草叢生，好多啲機鋪嗰條幽徑，幾條幽徑機鋪唔見咁滯啦，除咗燈位，仲有種燈又照亮嘅喎，好多公園啲燈又唔開嘅，呢度得呢個公園燈開嘅，但係你冇人嘅，都冇人打理嘅公園嘅，但係公園燈係照開，好奇怪，唔知點解經費問題喎？呢個小區公園都好大嘛，冇人打理，荒廢咗咁就荒廢咗個公園。有條幽徑，細細嘅條路，有幾大條路唔知，但係咧呢度邊間邊個有日可以有人行下喎？呢度全部橫草叢生，有人放置嗰啲生活垃圾，唔係生活垃圾，呢個應該床單就掉喺度啦，床單都掉喺度，冇人打理，荒蕪一片，但係公園燈係照開。係咯，唔行入去咯，再行入去唔知邊個境地，唔知啦。行唔出去啦。第七群開發咗大致30年啦，一般設施都算係完善啦，但係質量問題都有待改進啦。依家新城市比起呢個第七群嘅城市比較好好多，嘅工程上路啲交通個設計好有人性化嘅，但第七群仲有些少唔係好理想㗎一種設計啦，就係咁講啦。啲路同埋個路個安排個路名啲嘢都係有奇怪少少啦，揾路比較難啲啲咧。地址都係好立亂嗰隻啦，係冇一次性規劃噶啦，即係自發性有包括有啲自發性有啲區有自發性建築自發性嘅建築居住即係啲地勢上比較亂少少，你有好多生活垃圾掉喺度，個個都放喺度，冇人打理㗎，冇人打理嘅地方係咁嘅啦。我自己就沿咗呢條遠文令路，直抌4公里，就到第8群嗰個反紅街，右轉反紅街。好，咁樣先啦，各位。
現在身處喺大樓平陽郡，即係平陽市啊！交呢單就係喺機場嗰度個機場個空運貨運倉度攞2桶嗰啲草莓，大致有3機4機左右啦，加一直抌27公里路抌到平陽市。呢間係銀行大樓。嚟到呢度聯絡嗰位銀行個職員小姐已經放工翻咗屋企啦。唔有話定個位啦，再交個你住邊度？我定個位，我交個俾你啦。自己覺得好似比較麻煩啦，比較。跟住佢又話唔該聯絡個保衛啦，俾我交保衛，聽日朝早你嚟攞都得㗎，你上班嗰時，然後聯絡保衛俾我，你自己入去，交咗俾保衛代收，帶上嗰個大樓上面個雪櫃，真係好啊！草莓嘅，即係出邊嘅話，聽日或者唔夠新鮮啦。呢條叫大樓平陽大道都幾長啊，走到呢度呢條都未完嘅，走呢啲段嘅14公里路。呢段係入到呢個市區啦，屬於市區啦。上一段咧就屬於公路，喺居住個市民比較少。呢度係一個城市嘅市區，咁就入咗城市。好密集，人口唔算多，段一路有日頭喎，應該日頭呢條路都比較車水馬龍都熱鬧，因為呢度嘅公司好多，公司有生產啊，公司有啲人上班啊，落班啊，呢條路應該都有車水馬龍嘅，3條靚嗰邊。3條靚，就總共6條靚。好啦，趁早翻去自己度啦，打定個位先。你諗先啦，各位。咁走咗一小截平陽大道，喺定位就要走16公里呢條平陽大道先，自己翻去個位置。嗱，直到自己屋企都要34公里路啦。走一半16公里路啦，呢條平陽大道。喺個路面做呢條大道路面，比原來嘅舊時呢度都係屬於農地個地面高出3米左右啊，都好高過呢度都深嘅，入邊有啲居民喺度居住緊嘅。有居民即係當地居民居住，有啲都有一條公路，可以講公路咯。呢邊係屬於入咗市區啦，就係呢條路個路長上一邊，即係再上一邊翻去上一邊嘅話，就屬於公路嘅。即係我自己交呢單交俾阿父啊，係嗰個區屬於市區嘅，即係比較居民比較密集嘅，呢度比較疏落啲啦。兩邊路旁都係冇乜屋，有些少咯，些少幾間疏落落，對面都係黑沉沉一片，對面係賣啲花卉。賣啲花卉俾人種植花卉，售賣啲花卉俾人，或者擺設裝飾之類啲花卉。好啦，
瞓下先啦，各位。而家身處第7群換頓法嗰邊，啱啱教完一單，都係炸雞嘅，啲韓國店嘅炸雞，好辣辣出勁。落單嗰位師奶都係韓國人嘅，哎呀打電話係鎖電話，又唔識講我越南話，又唔識講英，唔知應該英文識唔識講我唔知，又鎖電話唔接電話。即係預咗唔識同我哋交流啊！跟住自己就唯有打翻本店咯，有職員同佢打電話，自己影翻啲自己個位置，到咗個呢棟公寓個位置啦。嘅小區呢個位置92 Sky Garden 3 Sky Garden 3。92座，唉，真第7群好多韓國人聚居嘅地方嘅，但係又唔識可能話交流，又英文又唔講得，但係咁樣啦，自己翻去先啦，我哋翻去。有時佢就發到好細條路，好細，好多棟，唔會咁多20層左右啦。呢度好啦，就咁樣先啦。而家身處喺nhà bè，距離自己居住嘅地方大致19公里咯，車程都要走40幾分鐘。呢個小區，一個幼稚園小區。但有嘅好多一定有好多地，一定有空置㗎，發展比較慢。呢個小區嘅安家大廈。係中嘅嘢有A、B、C、D 4棟，自己啱交咗喺 A 棟呢邊，有一架啲 BB 車，啲 BB 嗰啲戇嗰啲小型音樂車啦，咁講。好啦，咁先各位。今日大世界有國際龍獅比賽總決賽。呢個係提案杯，屬於提案杯嘅，已經組織咗第8屆啦。都要買飛去睇嘅。都有電視直播嘅。呢項屬於一項運動啦，又係屬於一項文化啦，都值得推廣下嘅。亞洲人對於呢個龍獅個比賽，龍獅嗰種比賽活動咧，都可以咁講啦。舊時就唔會有比賽嘅活動，直接係一個祝賀新年啊之類嘅。嘅獅，每家每戶你有能力嘅就請一隊龍獅隊到自己屋企拜個年啊，
取個吉祥啊！知依家真係好少見咯，街上而家有依家雖已經係臘月啦，但係都冇乜見㗎啦。新年都唔會見有啲龍獅隊喺街上係通街跑隻舞啊！都各家各戶都唔會請龍獅隊翻自己屋企去表演啊，或者啊拜個地主啊之類都好少。呢種文化好似可以講係衰退落，呢種活動可以衰退咗，但係咧都有喺另一方面咧就推廣啦，就當係一種運動方式咯，表演方式咯，由政府啊帶頭向亞洲各國或者甚至係西方國家推廣呢種叫做運動啊，唔係一種文化啦，嗰時就當呢種係一種文化，呢一當係一種運動嘅運動表演咯，即係幾好睇嘅，有一種特色喺度。而家呢代人想睇龍獅賽，或者喺電視上睇，或者買飛入呢度啲表演啊場所睇啦。有唔知就是喺街上見到一隊龍獅隊啊，自己就追住跑住咁追住睇，而家唔會有啦，有呢種情況真係唔會有。每個年代都唔同咗。當年個最近進入臘月嘅話，就係炮竹聲隆隆轟轟，響到好響個不停。龍獅隊有間敲住鑼鼓，到每家每戶或者有請到嘅每家每戶嚟拜個早年，跟住開年，跟住到開張啊，一路延續到元宵為止。今日嘅氣候好靚，好清爽。或者喺亞庇嗰邊咧，有落咗一場好大嘅雨，兩面有積水。啊，堤岸區又冇落到。哦，喺電視直播度得知，原來啱啱頒發今年個堤岸杯冠軍得主係嚟自獅城新加坡一隊龍獅隊奪冠，係真恭喜嘅！獅城又可以喺龍獅表演中得到奪冠啊，真係 OK 啦，係。但係新加坡組織一電視，自己都睇過好多次，都覺得佢個表演真係真係好靚，覺得好有嗰種節奏感啦，可以咁講啦，喺個龍獅嘅表演。先啦，各位。龍鳳呢邊嘅東風鎮個。先開發時。
6月24啊。又是嘅花。6月開始，9月廿幾開始到20日頭度更加冷。街市冷。街市冷啦，熱鬧啊！花尾魚，燒花料理，眼都花埋。參加完一單鮮花，佢認證嗰邊原來係屬於幫人組織婚宴婚禮嘅組織公司嘅。我自己又帶個茶壺到呢個事主度，因為俾個茶壺俾呢位新人聽日組織婚宴嘅。個茶壺俾有裂痕啊！啲客戶話唔可以寄換落新嘅，自己又順便就將佢送過呢邊啦，幫佢咁啦，交貨俾呢位新人屋主。